皇上，还是吃点菜吧。丽妃啊，朕今天很不开心。朕给吴三桂下了一道旨，让他进京养老，他居然以年老不堪跋涉为由拒绝了朕。他如此公然抗旨不遵，这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敢吭声。朕心里咽不下这口气，早晚有一天，朕要亲手结果了这老贼。皇上，你喝多了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朕没醉，你接着陪朕醉。皇上，明日啊，您还要早朝呢，您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来，皇上小心，皇上，床在那边，皇上，小心啊，慢点儿，来，皇上，这。天成啊，今夜是最后的良机，你可千万别再犹豫。可是，如果现在就杀害了皇上，咱们的身份就暴露了。我们倒是可以逃出宫去，却会连累永和宫的众宫人啊。你放心好了，王爷给了我一瓶秘制毒药，康熙喝了之后，要7日之后才会发作，到时候谁会怀疑到咱们的身上？原来你根本就没有喝醉。这要是真的喝醉了，那岂不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是我太大意了，像你这样一个谨慎克己的君王，怎么可能会放浪形骸、大醉而眠？哼！不过你今天也出不了这个永和宫。师傅，你还不赶紧认罪投降？君上，你。我说康熙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？原来是你出卖了我！你跟吴三桂一直以小弟的性命胁迫我，可是我弟弟早在3年前已经意外身亡了，你们却一直瞒着我。你弟弟根本就没有死，他还好好活着呢！你别骗我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我已经全都告诉皇上，皇上也饶恕了我的过往之罪。师父，只要你能悬崖勒马，真心悔过，协助皇上早日铲除吴三桂，皇上也能对你既往不咎的。清城，你真是糊涂！你怎么会不相信为师的话，去相信这个皇帝？清城，你弟弟他真的还好好的活着呢。曲一居士，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再骗雪倾城也是没有意义了。康熙，是你骗倾城说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吧？可是你怎么能识破倾城的身份？其实早在山西的时候，被吴三桂的人马追杀，朕就已经怀疑你们了。